得益于长期洗脑，大部分罗马尼亚人觉得这只是暂时的困难，他们的伟大领袖会带领他们走出困境。而这位伟大领袖又在干嘛呢？他在不断的聚拢权力，搞个人崇拜。他修改了宪法，将政体改为总统制，他一个人兼任罗共总书记、共和国总统、武装部队最高统帅、爱国卫队总司令、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等等，成为罗马尼亚一切的主宰。他出版了大量的文集语录，甚至后来连马列主义的书籍也都被边缘化，书店里只剩下千篇一律的齐奥塞斯库。但是精神上再富足，也得解决吃饭问题，人得吃饭才能活，皇帝需要的是奴隶而不是尸体。随着经济越来越差，可以分的蛋糕越来越小，罗共内部权力松动的现象开始逐步显现。独裁者深知的道理是，在盲从的背后必定是深入骨髓的恐惧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这位独裁者迎来了他故事结局的经典一刻。正当他引导民众将蒂米什瓦拉事件归结为境外势力的颜色革命时，人群骚动了起来。面对人群的混乱，齐奥塞斯库习惯性的举起右手，试图平息骚动。按照他以往的经验，只要他举手示意，人群就会安静下来，聆听他的教诲。但是这次没有，人群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安静下来，于是他又举了一次手，场面一度尴尬。正当他考虑要不要再举第3次的时候，突然有人高喊一声：“打倒独裁者！”短暂的安静后，人们心中多年来被恐惧挖出的沟壑瞬间被愤怒所填满。第2声、第3声，很快打倒独裁者、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喊声此起彼伏。觉醒过来的罗马尼亚人，甚至连以前最忠诚于齐奥塞斯库的爱国卫队都加入到了反抗者阵营。最终他在逃跑的过程中被罗马尼亚救国阵线逮捕。1989年12月25日，圣诞节这天，他和妻子埃莲娜被草草审判后就地枪决。